个歌曲吼，就是伊讲到了后壁面有一条回应诗，啊，这条回应诗呢，来 PPT 有吗 ？PPT 有哈。有。回应的是在后面。是。这条歌曲叫做《东行稳定的道路》吼，东行稳定的道路。这条歌曲叫做《东行稳定的道路》啊，所以牧师要邀请咱先做伙来练习一下啦吼。等下咱伫回应的中间，在唱的中间会得更较顺。啊，这条歌是萧牧师伊所做的一条歌曲，伊讲咱拢是来自无共款的家庭、教会，但是因为上帝疼，互咱安怎组织做一伙啦吼。所以伊讲起讲这条歌讲。咱拢是上帝所祝福的儿女，做伙敬拜，做伙服侍嘛，做伙生活。咱嘛有欢喜喜乐的时，嘛有悲伤的时，但总是就是因为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满满组织做一伙，享受上帝恩典吼。所以这条歌曲叫做《东行恩典的道路》吼，咱做伙来练习啦吼，咱做伙对头，做伙对头吼。愿灭对遮吼，愿灭永远的一生，为应主你的名，永远的一生。
一生为着助力来活，吼，毋是助力而活，吼，是来活，吼，来活，吼，好，来，咱即条歌就练到遮啦，吼，请咱备办心，即条歌曲，叫做啥？当行稳定的道路，吼，愿咱会当做伙伫敬拜中间，同齐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稳定，吼，好，多谢。感谢你，互阮阁有即个福分来享受你所赐的稳定。求你帮助阮，会晓用阮家己做偌济，互你欢喜。感谢你，甲阮三角地底，甲阮三同行。奉主耶稣的名，迎接平安。感谢主，咱伫即个分别做成的日子，搁要来做伙敬拜阿罗伊的名。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真好，咱要来往找伊，真正好。
对主的人真正有福气，信靠耶稣有福气。伫伊的应允内底，咱都福气无限。感谢主，互咱会当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真正甘甜。信靠耶稣真正甘甜，只要信靠主的话，只要念伫主的应允，信靠主福气无限。耶稣耶稣，好甜可可，你最最属有情命。耶稣耶稣，我归耶稣，我心心那坚固。信靠耶稣真正甘甜，只要信靠主的话，只要我的存在信心，为圣洁最被那些。耶稣耶稣，可甜可可，你最最属有情命。耶稣耶稣，我归耶稣，愿我心心那坚固。主耶稣，感谢你用宝血来洗阮的罪，互阮罪被那些向清气。阮感谢你，阮信靠你，也得到一切。阮要享受你所赐的活命、甲喜乐、平安。阮深信安尼，你甲阮同在，你甲阮同行。信靠耶稣，确实甘甜，不会分享就离开，得着耶稣，得着一切，活命喜乐甲平安。感谢主，赞我亲可你，你是我最好朋友，我深信你甲我同在，对真实的羔羊湾。所耶稣可甜可可，你最最属有情命。耶稣耶稣，我归耶稣，愿我心心那个。一摆大声三个耶稣耶稣，可甜可可，你最最属有情命。耶稣耶稣，我归耶稣，愿我心心那坚固。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的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你将给我力量，感觉盼望，因此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当软弱疲乏，你加给我力量，感觉盼望，因此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
将我弃杀。感谢你，当你呼召我的时，我愿意回应你的听，我愿意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亲像以赛亚回应你的声讲，我伫遮，找我，找我，咱做伙来回应主的听。你做阮的瓦克，做阮的帮站，阮会当信靠你，因为你是日日当阮当大的主上帝。阮愿意将这的恶乐感谢献上，摆咧伫你的面前，真做祭，愿你感答。你是应该受万民万喙来恶乐称赞的。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所来有备的。愿今日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发光，光照阮黑暗的角落，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帮助阮搁较会晓信靠主你，因为你伫做做事有证明，对主的人有福气，信靠主你的人福气无限。是啊，主啊，愿我话听你搁较深。主帮助阮信靠你，求你圣神保守今仔日牧师所讲你的话，真做阮的帮赞，互讲的、听的拢得到造就，为荣光上帝你的名，利益伫人。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上，也亲像伫天里。愿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只是咱用10条诫来提醒咱的信仰。第1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2诫，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诫，唔通垃圾称谣我你的上帝的名。第4诫，着记你安跳你，守伊做神。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
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惊工人，第八届毋通偷客，第九届毋通做假感情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23首，请起立吟全首。遮济，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第23。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要对万国替伊来做。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生命应该更较受敬。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也批出，上主最后。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流快乐。爱甲喜乐的面拢着出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就咱伫伊面前欢喜的唱歌。上主底来啊！心好。
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心审判万民。这是新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要献诗的歌是恳求信心打杠铃。信歌队的队员会足困难无？袂会，我出门。好 ，OK， 好，等一下来，甲我做伙唱两句的旋律，来，我再来回答大家哦。哇呜哇呜哇呜哇哩，哇呜哇呜哇呜哇哇。真做信歌队队员，拍手。好来，等一下咱爱做伙合唱哦。所以咧，等一下就是三句话：哇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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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重复。好，来哦，试看卖哦。3，哇哇哇咪咪哇呜。愿一切荣耀拢归伫天顶阿爸爸。只是咱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个路加福音20章13到35节。像迄日西门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五斯。伫即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伫路中
互上帝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因看到毋久袂认得，耶稣问因：恁若行哪议论的是啥物代志？因就停落来，满面忧愁。耶稣问因啥物代志？因甲因讲：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伊是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真有关联。阮的祭司长甲领袖，甲伊送互人判死刑，定是日价。伊就是阮所咧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毋若安尼，即个代志发生到今仔日已经第3日啦。搁阮中间有几若个人富人人，互阮真着惊。因天曝光就到亡灵，毋过找无耶稣的遗体。因转来报告讲有看到天使出现，甲因讲伊搁活啦。阮中间嘛有几若个人去望你，看到的代志，逐项甲富人人所讲的拢相款。因嘛无看到耶稣。耶稣就对因讲：“哎呀，恁哪尼遮尼戆，心哪遮尼钝，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的话。基督者毋是应该受遮的苦难，才来入伫伊的荣光。”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讲：“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因要到所要去迄个庄头，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毋过因两个强强甲伊留，讲日头已经落山，天暗淡，请甲阮住。耶稣就入去甲因住。耶稣甲因坐倒的时，摕饼感谢，然后掰开，分互因，因的目睭开，认着伊，伊亲像对因面前消失。因就互相讲，因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时，咱的心竟无亲像火在倒。因随时出发，倒转去耶路撒冷，看到迄11个使徒，其中的人聚集伫遐，就讲主真正阁活啦，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迄两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的擘饼，甲耶稣在擘饼的时，因才认着伊的经过，拢甲因讲。这是咱细囝要为咱来读华丽几载。又对他们说的照经上，路加福音第24章46到48节。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的事的见证。好，咱多谢咱今日所看圣经则较长，牧师特别选择即个后壁面
耶稣搁一摆对门徒所显现所讲的话，互咱会当搁一摆明白咱的心，上帝爱咱的心意吼，就是爱去传扬福音，互个人的生命毋若得到改变。即个时嘛要邀请咱所有的细囝吼，来到台前牧师来带咱每一个细囝来做祝福的祈祷哦。你去带乔恩弟弟，乔恩来，还有嘉亨，对，还有嘉亨，来，赶快，快点。来，我们小朋友都一起过来到台前来，好不好？来，来站好哦，对，站好，抱好，还抱我好，弟弟还抱我好，抱我好，来，你先抱我好，来抱我好，好起来，好弟弟起来，弟弟起来，弟弟起来哦，来，还有嘉亨吗？来，嘉亨，好，一起来，我们来领受祝福，好不好？来，妈妈带嘉亨一起过来，我们一起，妈妈带着嘉亨一起来，好。不要怕，领受上帝的祝福是最有福分的哦，这是用钱买不到的，对不对？好，我感觉这些祝福是上好的。来，咱做伙来为着这些细囝来做伙来祈祷哈。感谢主，你赏赐互阮的生命，毋若有主你所赏赐的好，嘛求上帝你赏赐这些细囝，互因有对天灵落来的祝福，互因有智慧，互因会明白。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所创造，感谢你，阮看见这个爸爸妈妈，因开始将因的细囝带到上帝你的面前，是上帝你要稳上加稳祝福的机会，也互因常常的纪念耶稣基督为着阮来死搁活，所带互阮生命搁活的快乐，是顶头生的生命，是改变的生命，是受蒙受稳定祝福的生命。愿神的恩典赐福在这些孩子身上，让他们在主日学不仅是老师的教导，让他们的品格，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带出不一样的转变，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样式，是有温柔、有节制、有美好生命的果实，在他们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荣耀。愿主的灵充满在每一个老师，还有每一个孩子身上，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他们献上摆上的祷告。愿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再次鼓励他们哈，祝福他们。好，来，我们下面。今日小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当我的生命拄着耶稣。委员牧师、纯奇师母，还所有咱教会正当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个机会，今仔日是大专中心的纪念主日，所以我有这个机会，会通过来到大桥教会，会通过来做分享。以早其实想要来委员牧师的教会啦，拢无这个机会安尼。但即摆我嘛无跟大专中心讲啦，伊就是安排我来到这个所在，所以嘛感谢主，这个机会会通过伫咱的中间。我甲委员牧师熟悉真久了吼，熟悉的时阵是伫即个升级吧吼，敬拜赞美即个营会。迄阵我是即个音乐的同工，就是即个营会吼，大概音乐所有的教材啦吼，正好拢是我咧处理，然后委员牧师阵是传道啦吼，传道然后来到伫迄个所在做即个贝斯的老师。当时我感觉真惊讶啦吼，一个传道人的贝斯弹啊遮好安尼吼，所以怎对委员牧师的有真深的即个印象安尼。然后纯奇师母是阮牧师呢吼，纯玲师母的即个，即摆咧讲的用词叫做闺蜜啦吼，拢伫团契安尼做伙大汉安尼因为主的即个带领嘛真奇妙吼，尾仔阮诚做真好的同工两位嘛拢诚做牧师娘吼，所以一切吼拢是真正是主有即个奇妙真好的即个安排。今仔日嘛要透过这段的经节吼，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咱的性命若拄着主耶稣，会发生什么款的即个代志安尼。伫今仔的经节，咱会通去看到这段的经节吼，就是有两个门徒，然后因迄当时的心情是真悲伤嘛，真忧愁，因行往即个要去以马忤斯吼，以马忤斯的即个道路的即个边面，以马忤斯吼。就是离开
即个耶路撒冷差不多11-2公里的即个道路的即个所在。因的心情真沉重，因的心情真忧愁，是因为伫3日前，因所军队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害。伫迄中间，因嘛只会经历到耶稣因去互掠，去互审判，然后钉伫即个十字架顶。伫即个过程，门徒因非常的惊吓，然后因四散。伫主迄种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因感觉因真无毋茫啊，因为因所军队的主耶稣已经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因毋知影伊的未来到底要行往倒位去。所以门徒伫迄中间四散，有的倒转去伊的即个故乡，有的阁留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所在伫遐咧避，有的亲像即个即两个门徒共款，行往其他的即个所在去。回想着过去，咱会通去看到，就是这个门徒，因受呼召的时阵，因真紧是放下一切，因放下因一切即个即个掠鱼的即个工具、生活的即个工具，然后嘛离开因厝里的人，因来军队主耶稣。回想过去，当因军队主耶稣了后，因嘛甲耶稣经历过医病、赶鬼，然后嘛甲耶稣伫即个海面上拄着即个真大的风影。然后无偌久进前，嘛甲耶稣真受欢迎安尼，要入即个圣城，即个耶路撒冷。但是想袂到，即个代志变化敢若真紧。本来受欢迎，然后无偌久了后，耶稣受掠，受钉伫十字架顶。耶稣的死亡带来遮个门徒的即个忧伤。耶稣的死亡带来遮个门徒，因感觉真无毋茫，所以咱通去看到即个死亡，敢若亲像是一切的代志的结束。死亡敢若看无未来，看无毋茫。所以耶稣伊的门徒有的人伤心，离开迄个所在，离开因伤心的所在，然后有的倒转去，军队耶稣进前因所咧做的工课，所咧做的即个代志。但是耶稣伫死之前，捌甲伊的门徒讲，就是伊死，然后3天会阁活。但是咱看到这个门徒伫即个伤心绝望的中间，因无法度看到死阁活的即个毋茫，因嘛袂记即耶稣之前捌甲因讲过、甲因交代过遐的代志。所以咱看到，当耶稣死阁活离开迄个梦的时阵，这个妇女要去找伊。看到即个空的即个梦的时阵，因一开始是惊吓的，因是一开始嘛真妖异，但是尾仔后来想起讲耶稣要甲因讲，伊死会阁活，然后因就走去甲门徒耶稣的门徒讲，耶稣死阁活的即个好的消息。当耶稣显现伫即个以马忤斯的道路时阵，就是今仔咱读到即段经节，耶稣的门徒伊有哪认袂出来，甲因咧讲话，甲因同行的是主耶稣，是伊捌军队的人。当耶稣出现伫彼得伊的老厝伊咧掠鱼的时阵，彼得一开始嘛无认出，迄就是伊军队的主耶稣伫伊的头前。当耶稣出现伫门徒咧聚集的所在时阵，伊嘛无认出来，迄个是耶稣。因阁想讲是看到鬼共款安尼，所以这种种就是拢互咱看到，就是人伫即个无毋茫、伫绝望的中间，肉体的眼光是无法度看到即个死阁活的即个毋茫。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毋是有哪亲像这个门徒共款，就是伫软弱的中间、伫惊吓的中间、伫失望的中间、绝望的中间，看袂到毋茫。或者个负面、这个心思意念来影响着咱的心，充满咱的心，然后煞无法度去看到主的恩典。那亲像就是门徒伫失望、绝望的中间，看袂到
出现伫因身躯边，因捌军队的即个主耶稣。所以咱嘛要来思考，就是咱生命中间的即个伊玛乌斯是一搭落，咱是毋是嘛捌伫绝望、伫失望、伫困境的中间，咱看袂到耶稣的即个稳定？耶稣背着即个失望的温度看袂出来，迄是耶稣。耶稣是毋是有哪甲咱同行？结果咱伫即个困境、困难、病痛、绝望的中间，咱犹原无法度看到伊的稳定。我自细汉就学即个音乐吼，细汉是学即个古典的音乐，啊，然后伫即个较大汉开始，就开始接触即个哦，即个算演奏音乐啦，乐曲演奏音乐乐曲。然后我伫现代音乐吼是伫即个我做兵的时阵伫海军乐队，迄是我一个起点。但是伫即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迄当时我少年的时阵，近视差不多1000度啦吼，近视1000度。啊，然后尾来有去做即个近视雷射。但即摆顾目镜是因为读新学院开始哦吼，有啦真侪报告啊册爱读，然后就搁开始去小可有近视。因为细汉迄阵，咱的即个灯光啦，种种拢无遮尔像即摆遮尔明亮安尼，啊，迄个五线谱搁足细腻吼，所以真感到尾仔近视安尼一档一档安尼有咧跳足紧。啊，到我差不多要做兵进前，就差不多是1000度吼，1000度。但咱知影伫这边有即个验退吼的制度吼。就是可能你伤瘦也好啦，吼，还是你近视，还是有啥物隐疾，吼，你有可能秘离会阁有一个检查，然后你会通去验退。我秘离了后，大概第2礼拜，或者军官就开始，因为做体检啦，吼，啊，然后去做这个视力检查，这个有机会通去验退安尼，还要再第2次的确定，吼，一个检查。所以伫迄中间，我嘛抱一个望吼，就讲希望会通个透过即个吼目睭近视1000度会通个验退安尼，所以伫迄中间有一个真大因为迄阵咱这边是2档啦，2档是差不多700几工咧。啊若对即摆开始算，即2、3是要算啊700几，有哪爱算真久吼。但是一工是24点钟，迄700几个数字要走了是真久的时间。啊，迄阵咱嘛真严格，所以我足期待通个验退安尼。第2摆，吼，个迄个军官叫去即个吼医官叫去做即个最后的确认吼，然后检查了后，迄个医官讲恭喜你，然后你来继续做兵安尼。对啊，军官咧讲的恭喜对我来讲实在是，即个心情是真艰苦啦。伊的恭喜我实在是真艰苦咧，因为我爱搁开始继续算迄700几工算好了安尼。伫迄中间，我其实无法度看到这其实是上帝即个安排吼，因为我头有讲过，就是伫即个海军乐队，通去接触到现代吼，包括有贝斯、吉他啦吼，还是爵士鼓，遮种种或者个吼无共款的形态啦。因为古典琴即个现代音乐是有真大的差别。迄当时我袂感觉留落来是真正好的代志，感觉主啊，是安我爱搁继续留落来迄落。做兵因为差25度吼，一蕊有过，一蕊差25度啦。25度其实是看医官要互你做兵吼，还是要互你退伍安尼、验退安尼。迄当时实在是真艰苦安尼。但是因为留伫遐2档啊，所以伫遐磨练也好，学习也好，所以接续退伍无偌久，就是开始有即个现代的敬拜吼，开始对即个底歌、基督世主啊。啊，然后即个何用人，佮有赞美之泉。啊，因为我伫遐的即个学习，所以会通个伫教会有真好的服侍。嘛，因为安尼才有法度熟悉委员牧师啦，吼，做伙伫即个升级、即个营会，会通个做伙同工。所以迄当时伫绝望的中间，咱亲像就是遮个温度共款。其实这是上帝为着将来的你做一个备班，一个。就是一个操练安尼就对，但是迄当时我完全无法度理解嘛，无法度会通去体会。但是时间一久，咱搁倒去看，真正这是主的即个稳定。虽然回想转来，有咱搁真
艰苦啦，但是会通个看到主的恩典伫真中间。咱会通个看到就是伫圣经的中间，当耶稣出现伫即个以马忤斯的道路的时阵，门徒无认出伊来安尼。耶稣甚至问讲：啊，恁到底是咧讨论甚物安尼？然后因就问耶稣讲：你可能是即几日伫耶路撒冷，为伊毋知影。耶路撒冷发生真大的代志，就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顶即款的即个代志。然后因阁继续行，圣经讲阁继续行，但天暗啊，所以门徒将耶稣留落来。啊，当耶稣咧掰饼的时阵，因的目睭一光，才知影认出来讲，迄个就是因捌军队的即个耶稣。所以，咱阁看到，就是当门徒伊看到耶稣的时阵，出现伊阁活，互因的心，圣经讲，阁有火热安尼，然后就真赶紧阁倒转去耶路撒冷，甲其他的门徒、其他的同伴讲主阁活的即个消息。咱知影，当耶稣审判钉死伫十字架顶3天了后，其实因倒转去耶路撒冷嘛是抑阁真危险的代志，因为来讲这是迄个耶稣的党羽，这拢是真危险的代志。但是伊是安怎敢去倒迄个所在要报即个好消息？因为伊的心火热，因为伊拄着个活的主，伊真火热，所以倒转去迄个所在，佮甲伊的门徒讲。所以咱嘛看到，就是当耶稣出现伫彼得的面头前的时阵，彼得当咧掠鱼，伊无认出耶稣。彼得出现，耶稣出现的迄一暝，彼得咧掠鱼，圣经讲规暝嘛拢无掠着什物。然后耶稣甲彼得讲，叫伊趴网伫船的即个正边，你就会通去丰收。结果伊就听耶稣的话，趴网伫正边。圣经安尼讲就是，伊免迄连网啊拢揪袂起来，代表真大的即个丰收。所以伫迄阵啊，伊才个认出，伫伊的头前就是伊所跟随的即个主耶稣，因为伊较早主嘛捌咧呼召的时阵，嘛捌伫即个叫伊去即个水深之处，然后你就通去掠真侪的鱼，然后主也讲，我要互你得人如鱼一样。算了了，耶稣就甲彼得讲：你爱我吗？3摆甲问，然后彼得甲讲：是主，你知影我爱你安尼。然后主就讲：去喂养我的羊，就是即个牧养的即个意思。咱看到，当彼得伊生命佮一摆拄着耶稣的时阵，伊的心火热，伊无搁再惊吓，无亲像较早安尼3摆无认主安尼。然后最后伊嘛是为着即个福音，为着主倒吊安尼钉伫十字架顶安尼，为着即个福音，为着主来死。所以咱看到就是当门徒见到耶稣的时阵，因的性命就是搁一摆看到毋望，因的心就火热。然后当耶稣上天了后，因就去完成耶稣所交托互因的即个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互万百姓知。然后主所教导因这一切，因就拢是因就去教互因所传的福音，即代遮的每一个人会通去知。伫圣经的中间，咱看到就是耶稣伫门徒，耶稣咧为门徒掰饼时阵，门徒认出耶稣；彼得伫掠鱼丰收的时阵，认出耶稣。咱会通去想，其实这拢是耶稣进前捌为因所做过，也是甲因做伙经历过遮的代志。所以，因遮的门徒就是搁一摆伫耶稣捌为因所做的遮的代志来认出耶稣。耶稣嘛对门徒讲：恁所看到遮的事，所经验遮的事，进前就捌甲恁讲过。伊受害3日，要对死搁活。恁拢是遮的代志会见证人，所以爱奉主的名，甲悔改赦罪的信息传开，对耶路撒冷到万国，然后主上帝会将即个
气力，对天灵来的气力，赏赐互咱每一个。伫遮咱嘛要邀请，就是咱做伙来思考，我的性命捌伫倒位拄着耶稣。我想咱的性命拄着耶稣是真重要。咱的信仰毋是一个宗教仪式，咱的信仰真重要，就是亲像彼得，亲像这门徒共款，因经历主。有可能因一开始受主的呼召，经历真多，但是嘛会有即个失志失望的事。但是当因搁一摆经历主耶稣的时阵，咱会通去看到因的性命完全拢无共款。头我一开始我有讲到，就是我讲委员牧师，是伫即个升级吧敬拜赞美，伫遐做同工安尼所来熟悉。一开始我对委员牧师的印象就是亲像头所讲的，即个传道人会通个贝斯弹啊遮尔好，真无单单。因为我较早嘛是从事音乐咧做表演啊、教学是音乐啦，所以对会晓乐器的人，拢真特别有印象安尼然后委员牧师阁是即个传道安尼，所以印象更加愈较深。但是我对委员牧师更加较认捌是有一摆，迄阵还阁伫埔里，委员牧师伫一个暗时的一个暗会聚会中间，伊分享着伊生命过去的经历就是分享着迄阵伫台中大专中心伊发生真大即个车祸。然后伊迄当时即个昏迷指数剩3尔，所以其实是真危险的事。然后看到就是全台湾遮大专啊是遮教会安尼迫切为着委员牧师伫迄搭遐祈祷，然后伊对行过即个死荫的山谷，然后得到完全的即个恢复。所以这嘛是我对伫委员牧师生命中间的即个真大的激励。然后阮做伙同感嘛真久安尼，迄阵时应该还搁咧迄个恢复调养中啊所以有迄个机会嘛邀请委员牧师来到伫太平间教会会敬拜团参与，嘛伫遐指导安尼。所以阮嘛再继续伫即个营会有真久长的时间即个配合安尼。伫阮较熟了然后委员牧师嘛，不止一摆啦伊就鼓励我讲，恩泽哥你爱去读神学院安尼我会记有有几6档的即个实战。第一个甲我，捌安尼咧甲我讲的是，我较早迄个青年应该带天我打转来迄阵阮的教育牧师陈怡志牧师讲了嘛讲，甚至嘛无囥咧心内啦，因为迄本来就毋是我人生的计划其中之一安尼，然后过几档了后，就是伫即个营会熟悉委员牧师，一档2档安尼，看到我就甲我鼓励安尼，感谢主啦嘛伫即个鼓励中间，然后嘛是伫即个营会中间，对伫诗歌也好，对伫即个牧者咧分享的信息，互我看到就是自细汉到大汉的即个主的恩典，怎样伫我的生命中间，包括做兵迄段呢。所以咧，有一摆咧敬拜的时阵，就是迄个营会咧敬拜的时阵，就开始有即个跑马灯出现。但是，迄款的跑马灯毋是迄个敢若弄着真危险安尼，跑马灯出现了就见上帝安尼。是互我看到主的恩典，自细汉到大汉，我所领受的是遐尔咱济。迄一日牧师的分享，阁是讲爱为主来活，为主来活，所以。我就去思考着，主互我真大的恩典，然后我嘛通过安尼，成做我的职业，趁钱然后伫我的厝里安尼经济帮助。但是上帝敢真正要互我即款的恩赐，单单就是安尼来趁钱尔当然通过委员牧师的即个鼓励，然后上帝嘛家己甲我讲话，所以我就伫营会中间就回应讲，我要来读神学。迄阵嘛伫要40岁啊。所以我毋是迄个毕业就去读神学院迄款的，是毕业了后，伫即个营业的即个业界，有一段时间，然后领受着即个回应，亲像咱今早咧讲的，燃起那个火热的心安尼，所以就决定去读神学院。
读神学院了后，其实雄即个就无工作啊吼，因为伊爱专心去读安尼，啊，来像阮太太的一份工作安尼。迄阵啊，囡仔拢伫咧读册，啊嘛，佫有留房贷安尼。一路安尼行过来，你回想其实嘛是注真大的即个稳定哦。伫迄段期间，吼咧实习的时阵嘛是吼咧读神学的中间，安怎行过来其实嘛是感觉真不可思议安尼吼。当然，亲像保罗所讲的啦吼，咱吼无论是啥物款的环境，吼你拢有法度吼，会通去适应，有法度安尼活了真好。这是主的即个稳定，所以较早去实习，礼拜实习了暗时，吼阮做去食饭、食火锅、食迄落一克好像119迄吼，就119块安尼，啊话99哦，嘛感觉真满足安尼哦，感觉真好安尼。敢若咧食迄个吃到饱的火锅迄款的感觉，迄款遐尔满足吼。所以迄个是主的即个稳定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伫我的生命中间，我嘛是经历着真多主的即个稳定，包括人生真大的改变，或者是去读神学院。当咱生命见着主耶稣的时阵，互主来帮着，其实上帝拢要借着安尼有伊的计划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所以咱嘛鼓励大家，就是咱不只是，就是来教会做礼拜，也是来教会服侍，是会通个来渴慕神，就是讲主啊，我期待你对我来讲话。当咱回应伫主的时阵，咱拢是参与伫回应伊的呼召，咱拢是参与伫即个伊国度的即个事工的内面。上帝伫咱的世间有伊国度的即个计划，当咱愿意回应伊的呼召，就是参与伫伊的即个国度的计划内面，参与伫伊救赎即个世间的内面。亲像等顶咧一句的鼓励也好，有可能就是你就是成就即个上帝真大的计划。亲像委员牧师伊甲我鼓励，然后我就行伫即个上帝的计划的即个稳定的中间。所以咱唔通轻看我们对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啦吼。所以咱讲的话会通去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咱的一句话有可能会通去兴起更较侪上帝的即个同工，也是兴起伊即个火热的心，伊有可能亲像这温度共款，可能病痛，可能伊的厝里有啥物代志，种种伊的心逼迫、心艰苦，但是咱的一句话会通去互伊，会通去火热。咱的主上帝要甲一个人讲的，有可能亲自家己讲的，有可能嘛是透过别人的鼓励，还是别人甲你讲，会通去成做伊伫即个人生命中的计划的即个一部分。第24章47节到49节，咱这段经节，读过啊，迄个咱委员牧师的吼后生好嘛，有用华语读过一摆吼。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跟赦罪的信息吼传开，奉主的名，传即个悔改跟赦罪的即个吼，即个福音即个信息。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哦。这个见证就是咱生命中间亲身领受这款的稳定，也是经历。这个见证嘛，有可能就是咱看到主伊奇妙的作为，啊，亲像这温度，伊看到主个话，咱拢是这样的代志的见证人。然后，咱的主上帝伊会将即个应允赐予咱，然后伊嘛会将对顶面的困难来赐予咱。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领受着侪即个上帝的稳定，嘛有侪的经历。无论是顺境的事、逆境的事，我想主拢甲咱三甲同在。逆境有可能亲像我做殡仪站，对我来讲，我感觉是逆境，但是伫主，伊就是通过安尼来反转，来造就一个人。所以无论顺境逆境，咱拢爱去有即个敏锐度，吼，看上帝伫即件代志，伊的作为，
伊的计划吼到底是啥物？也毋望咱拢会通过做伙，会通过愿意吼，亲像委员牧师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咱不只是做一个信徒尔，咱会通过诚做主的即个门徒，会通过去传福音。传福音不只是互因明白即个主，因会通过因为即个主改变因的性命。有时真侪咱感觉家己也好，也是咱咧甲别人斗相共，拢奇怪。太敢若即个问题拢一直处理袂了，因为咱拢一直咧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性命才是根源。通过福音，才会通过互即个根源会通过调整。所以当调整了后，这个问题自然就无去。我想伫咱福音这条道路，无一定真好行啦吼。所以我最后嘛要用这首歌啦吼，当行稳定的道路，互咱做伙，要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的主上帝吼。头我委员牧师吼，小可已经有介绍着吼，这首诗歌所写。这首诗歌迄阵啊，是我要离开这个联合教会伫遐实习的时阵，我伫遐2冬啦吼，所以写这首诗歌，嘛诚做彼此的这个鼓励，嘛诚做彼此咱甲上帝这个约束。然后我伫新学院的毕业讲道嘛，用这首诗歌吼做回应安尼。就是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行伫即个主的道路的顶面，有时阵艰苦，有时阵甘甜，但是伫艰苦中间，咱毋通去失志。伫即个艰苦的中间，也是无顺利的中间，更加咱爱搁较同心合意来行，因为有时阵这个魔鬼撒旦会通过吼，咱的这个艰苦，每一个人的忧伤也是冲突，诚对是一个破口安尼。所以伫正中间，咱爱更加警醒，倒转来伫咱的这个主上帝的面头前，同心同行，然后点起咱每一个人心中这个火热的心，会通过继续为主来跑走这条道路。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因为主会听咱三家主人，因为主会听咱三家夫妻，因为主会听咱做伙敬拜，因为主会听咱做伙服侍，咱这行天路，咱这相比快乐，每日拢有主的稳定，完美永远的一生回应主你的听，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活，完美去普天的传福音给万百姓。当行一条稳定的道路，咱对头再来吟一摆。因为主会听咱三家主人，因为主会听咱三家夫妻，因为主会听咱做伙敬拜，因为主会听咱做伙。咱这行天路，咱这相比快乐，每日拢有主的稳定，完美永远的一生回应主你的听，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活，完美去普天的。传福音给万百姓，当行一条稳定的道路。咱搁一摆回应，完美永远的一生，回应主你的听，永远的一生为着主你来活，完美去普天的传福音给万百姓。
教会，阮也是非常的感动啦吼，就是过去的东港啊，伫遮起做主的即个教会。每一个主的温度，其实亲像今仔日的经在所讲的，咱就是用即个火热的心伫遮回应。甲委员牧师实在真久，我嘛拢一直听伊咧分享伊教会牧会即个情形，安尼安怎起做。今仔日看到咱的教会安尼设备嘛真好，大家嘛拢真火热的心做伙伫遮咧自救，所以非常的即个感动。我想每一个主的温度受呼召，拢有领受主的即个计划。但是伫正中间，当咱起做咱咧跑走的时阵，当然嘛有即个困境吼，即个困境。但伫即个困境的中间，我相信咱个更加需要就是做伙同心啦。阮无这嘛真需要兄弟姊妹中入，真做阮的帮衬，真做阮的支持，就是通过同心合意，通过即个祈祷，咱的教会要起做，咱的教会要勇壮，只有一条路，就是大家做伙同心行主的即个道路。我相信遐温度，因若行遐，因四线，也是因搁经历主耶稣了后，因迄个火热的心无去，互迄个行遐的心，也是迄个白白的心，赢过因的即个火热的心的时阵，今仔日咱无可能坐伫遮，因为已经无即个福音。保罗，伊咧传福音嘛，受真侪遮个困境、遮个委屈啦吼，就是咱看到面对遮个宗教领袖也好，面对教会内面因为受到影响者有真侪遮个纷争，但是伊继续持续伫即个道路的顶面，所以今仔日福音真正亲像咱今仔所讲的是主咧讲的大使命共款，传到万国。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咧做礼拜，但是我相信主互咱毋是单单咱今仔日伫遮咧做礼拜尔，其实还阁伫咱的身躯边。伫台湾嘛，阁有真侪抑阁毋捌福音的人，所以期待咱拢会通阁领受即个福音，领受即个火热的心，咱会通阁伫咱的身躯边的人来，抑阁袂捌主的，也是伫咱所行的教会所在，伫职场也好，咱拢会通阁成做即个上帝伫即个福音救赎计划，咱拢是参与伫真中间。有一天咱阁见主下面的时阵，咱会通去甲主讲，你所交托互我的即个使命，我已经尽心来完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去奉你的名设立大桥教会。主，我嘛看到伫委员牧师伊所带领以及所有遮个正东港中集同心合意的即个中间，阮看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要徛起伫即个地方，伫即个所在，要成做即个地方的即个祝福。相信福音嘛，要通过大桥教会，会通过来成做即附近的即个帮衬。主要看到大桥教会即附近有真多遮个新市镇，有真多遮个移居伫即个所在的人，阮相信这就是主你爱所阮掠的即个鱼，亲像你交托互彼得共的使命共款。慢通过，阮伫即个所在徛起，阮会通过成做即个福音的即个帮衬，会通过互更较侪的人会通过来认捌你。主，阮知影，阮伫即个世间价值受到即个世俗的影响，主，阮的心嘛，因为真侪社会还是政治遮的事，互阮扰乱阮。但是主你，互阮真清楚知影，教会是要徛伫主你上帝国的顶面，是要来成做即个社会、即个国家的帮衬。你所竞选的每一个基督徒，也要成做即个世间的即个帮衬，会通过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会通过有即个影响力，活出即个影响力。当每一个人会通过来认捌主，因的生命会通过得到改变的时阵，阮相信，亲像阮我所分享的，就是当阮的根源会通过得到改变的时阵，问题就会通过解决。毋茫阮较无主你的话语，较无主你的即个道。用你的道来成做阮生命中的即个帮助，用你的道会通过来成做即个国家、即个社会、即个所有即个家庭的即个帮衬。
管理，就将主你丰盛的稳定满满，会通个真做大桥教会以及所有正当工因生命中会通领受丰盛的祝福，然后会通个通过因所领受，会通个伫即个所徛起的所在，会通个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兴起，为主来拯救更较侪的即个灵魂。原来的恳求，祈祷拢是靠所有圣主名来求，阿免。好，今仔上市嘛是即个大专中心的主日啊嘛代表大专中心，带咱大桥教会来说多谢过去恁的奉献，也是恁的关心。我相信拢会通个真做大专中心真好的工。大专中心嘛是咧做即个校园青年的即个事工嘛，相信要通过安尼会通个改变即个新的一个世代，才会生命嘛通。我相信嘛。伫迄中间嘛，兴起更较侪上帝即个罗卜咱将时间交予大专中心。在我报告之前，我们有准备一段影片，想要播给大家看，请音控帮我准备一下。没有吗？没有那我就直接报告。大家平安。我叫世修我是台南大专昆山团契大2的学生，然后同时也住在大专那个红色的老建筑里面。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大桥教会来跟大家各位请安报告，因为有你们的关心代祷和奉献，才能让大专的事工能够继续下去。而今天来这边不只是为了想跟大家募款而已，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大专的学习。对，在这边想诚实的跟大家说，我自认是一个蛮不虔诚的基督徒。以前的我甚至蛮不相信上帝的，对。但这是大专接住了这么难搞的我，让我还有机会跟上主建立关系，也让我们这些叛逆的青年知道还有回家的可能性。而大专也确实努力接住每个人和他们的故事，给予了在信仰中受挫的我们很大的治疗和安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每次团契查经的时候，大家利用自己的经文来，大家利用自己的生命故事来回应每段经文，带着自己独特的伤痕，放心在众人面前展现脆弱的一面，在那刻参与彼此的生命，倾听每个人的故事，接纳彼此软弱的部分，然后再从经文当中获得一丝安慰，并且在当下真诚的在团契中活着，学习爱人和被爱。把最真实、最黑暗的自我放在上帝面前。当大家从一片混乱中活下来时，我相信上主就在我们中间复活了，就跟今天在讲到的经文一样。但我宁愿圣经不要暴雷耶稣的复活，让我们自己去见证，我觉得那才是最棒的。我们台南大专想成为浪子的陪伴者，相信每个人行动的背后都是对上主有限的理解。尽管这条路还很长很远，尽管备受质疑，但只要有大家的陪伴与支持，我们就不会孤单。最后想邀请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手边的中心特刊，扫一下里面的 QR code， 每个月100元、200元，都是对我们这些学生很大的帮助。那这里面也有向大家介绍大专的事工，从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学生大使。为的是培养能够去教会报告大专事工的学生，以及给国高中生的信仰培根营，为的都是帮大家更了解我们现在所信的信仰，跟上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及找出我们更深的价值。谢谢大家。咱真欢喜大专中心因会当派这学生做伙来甲咱报告大专中心过去伫整个的即个发展的顶面每一档拢是需要大家侪关心啦。咱都有听到讲，这学生因是，我咧想讲教会国中生、高中生，有的教会伊无特别为着这细囝咧做栽培其实因到大汉通常迄段时间是最容易离开上帝的时阵。他拄世修伊咧讲着讲，伊伫过去到即马伫大专中心所领受着。其实就是因及时需要的时阵，用信仰来甲因做栽培，互因会当做真好的反省。所以讲圣经迄只得救的画面其实是爱家己去经历的所以咱期待咱会当继续，这个是咱要做伙为着
咱即礼拜的即个大专主任吼，牧师嘛邀请咱会当将咱的部分的金钱，甚至头先有讲到讲，咱内底有即个 QR code， 咱会当固定吼，你若有信用卡，咱会当固定甲因支持。过去牧师伫台中吼，真正逐当咧为着这种这钱吼，真正足头疼。但是我就讲是要安怎做，就是请学生来做见证。所以牧师也鼓励你们大专生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去，不仅是在大专中心受造就，也要把你们的生命摆上。哪一天神要用你，就跟萧牧师一样那个感动就会在你心中，神就对你说话。咱继续支持大专中心的事工，嘛请咱继续支持咱教会今仔日萧牧师来咱伫牧师补充报告，就是咱尾后，咱伫6月13个1215日，6月15是拜六，礼拜六嘛邀请咱。如果咱对圣诗真介意圣诗，咱固定的这个圣诗内底，要安怎来带敬拜？其实对咱来讲，咱要做小组的工作，咱拢需要好好来学习啦毋是敬拜团较需要学习，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来学习嘛邀请咱会当做伙来支持，多谢。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奉献这是咱的奉献宣告。我相信人民都是上帝所创造，因有享受甲受的主权。伊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前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建制度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人民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献开周报内页，咱要为着内页所牵定的事项，照着大人心内的感动，咱同齐开声来祈祷。
主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圣殿是基督的殿，阮要仰望你，阮要呼求你，阮交托所有心身软弱、甲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伫因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因为圣经安尼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显得出来，显得完全。愿阮伫病痛中，搁较侪交托甲确信，你是真搁活的上帝。万有的主宰，万物的源头，阮的天父上帝，阮真正要认罪。你创造看是好的世界，伫科技的进步中有大大的破坏，大自然也开始变化，地动、大雨、大风、小影、大雪，搁有人为引起的战争，一切拢一项项拢在发生。求你赏赐阮智慧，伫环保顶悬有一份心力，知影阮对你来是管理的，毋是迫害的。保护的救恩是疼，毋是小台，着和平尽管家的责任。今天也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愿天父在播种的事工上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不管是大专中心或是儿少主日学，让我们能把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使他们一生在福音的道路上荣耀你，祝福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哈利路亚！摆来阮所有的祈祷，既然合你的心意的，求你来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酒吧。本主日为大专事工学纪念主日，对太平间教会小牧师来教会进度师小同学来请安报告，请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点，5月26礼拜日伫教会教会有迄落大道观摩定伫个1点，要去富强教会，然后等你来小组暂停一下。那11点到12点伊就也有要去富强教会兄弟会使伫个教会做伙食饭，然后搁做伙一起，然后后是有要了解大道工课的迄落兄弟拢会使踊跃来参加。第3点是咱教会儿童周末音乐春季班伫个5月18到6月22每个礼拜六，总共有6堂课，10点到11点半，对伫个中班甲小四同学指导老师是咱玉成指挥玉成老师费用是300块工本材料费尔囡仔有迄厝内底有细囝伊要来还是音乐的，拢会使来报名参加。伫个2024新年假日节，台南区全球祈祷日，世代的教会听见军队的号角声，地点是伫个5月19礼拜日下晡的2点到5点地点是伫个中英大学体育馆。
伫个6月15日拜六暗时9点半到早时啊9点半到4点半，伫个咱太平间教会要办一个总会教会礼拜甲音乐的委员会若是有迄落想要参加的，就爱注意时间咯。所以咱来念经句，伫路加福音24章47到48节，也反悔甲下面的道理，要伫因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恁做恁遮的代志的干净，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24章47到48节。这是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来补充报告吼。今仔日真感谢肖牧师甲牧师娘，咱搁一摆抱我声感谢多谢。好，请坐。真感谢主，我今日嘛听伊见证吼，原来伊我讲的这话，原来照样有迄个果效吼。所以我会当体会讲，其实咱咧讲这话，亲像咱做一个主的门徒、信主的人，咱伫厝内，咱伫咱人甲人的生活中间，不要否定，不要否认我们所讲的话所会带来的能力。所以其实有足重要，上帝爱咱管理，要管理啥？先管理咱家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当带出生命的果效，这是上大的福音啦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来做调整甲改变，是伫主的话语内底。所以牧师搁一摆邀请咱吼，每礼拜一，即礼拜牧师去探望这个满足者满足者甲我讲，牧师，我若好了我要来参加咱拜一即个李老师即个会当陪我读经。我讲真好啊！我讲是安怎？伊讲，因为我过去我袂晓像恁安尼有受足好的教育。所以我每一摆看圣经安尼有当时看无啥有，所以我想讲有这老师来陪嘛，佫真好所以伊期待伊会当好起来了，会当来参与拜一。所以我嘛看到咱的这个新田执事拜一真准时，佫后壁佫等待佫咧等待讲看有人会当来所以牧师真鼓励咱伊是陪咱读圣经啦，是陪咱读意思是讲，你有任何问题，拢会当伫咧中间甲咱，互咱问啦嘛会当甲咱解说迄个历史的背景，所以真好的一个机会。牧师邀请咱若拜一暗时，若如果你感觉讲暗时无方便，想要日时请你甲牧师讲咱随时会当来做一个无相款的调整好，伫遮牧师简单报告，嘛鼓励咱5月26，咱有即个代祷的观摩，代祷彼此代祷。祷告的操练是需要训练的，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富强教会来参与，嘛通过因的同工的见证分享，互咱会当更较了解教会若无祈祷，其实耶稣有伫圣殿做一个上气的动作，是安怎？伊讲我的殿毋通诚做啥，诚做贼的所在啦，着爱诚做啥物所在？祈祷的所在。所以教会若无祈祷，人甲人的中间的关心，无毋是透过祈祷，安尼是真无彩。我感觉关心有足侪项代志会当做，但是代祷一定爱会晓。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学习，你为我祈祷。咱做伙学习，你会当为我祈祷。互相彼此的祝福真要紧好，另外，咱即马儿童的音乐即个周末营已经报名有9个人。咱的名也敢若12个名，12个人周间我得到一个妈妈打电话来，伊住伫即个南台伫即个南台大学的附近伊当搬来即个所在，伊讲我想要带我的囝，因为我的囝对细汉无机会学音乐，因为为着钱的代志因为这一节课
一节课常常是700、600块以上的啦。吼，啊，咱是6节课较偌济，300块吼，非常的俗。所以吼，真鼓励咱即马剩3个名额啊，因为咱即马是咧试办，啊，咱嘛老师同工有限，所以咱的名额有控制，所以真鼓励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互学生囡仔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吼，这个脾气个性很容易焦躁的时候，学习唱歌是非常好的，让他调节他的气，好帮助他们有机会。那个男生女生都学习像玉成老师这么温文儒雅，哦，讲话非常的有爱心跟甜美，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哈。所以鼓励咱会当做伙来邀请咱的厝边隔壁，若有迄个中班到国小4年级的吼，嘛会当邀请因做伙来。有机会未来咱嘛牧师嘛真望讲有机会像肖牧师会当来帮助一寡教会。一寡键盘乐器开小的团体班吼，这是非常好的，吼嘛鼓励咱会当来祝福更较侪人吼。好另外牧师嘛鼓励咱伫5月19日咱的圣神降临节吼，做伙咱来用祈祷，咱台南地区黄金10年就是要透过祷告，联合众教会，毋是干那长老教会，是要联合所有的教会做伙用祈祷。所以，咱若袂晓，毋捌参加过即种联合性的祈祷会，牧师真鼓励咱。咱做伙去迄个所在要做啥物？是要做祈祷的军队哦。教会的爱成做一个军队，不是散沙。军队是要做什么？打仗，打什么仗？我们基督徒要打什么仗？属灵的征战。毋是讲我咧今日心情吼无好，我就毋免去教会啊，我就无爱去教会啊。迄其实是魔鬼撒旦，迄无好的物件咧，甲你讲，你莫去敬拜上帝啦，好好啊放松啦，好好啊做你家己就好啦。甲你边仔兄弟讲，每一礼拜我拢要看到你。你若会当看到伊，代表伊有健康无？有啦，健康的人会期待想要搁较安怎来敲找人捌上帝，所以期待咱的兄弟有无来，你就爱甲伊关心哦，你就爱为伊祈祷，你嘛就爱为伊祝福。求上帝帮助伊，咱拢会当做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好军人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圣经内底嘛有讲起，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每一个部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是做正确的，所以咱来好好啊去学习，做一个好的军人，毋是做一个啥，那像迄敢若享受恩典的，敢若要享受的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咱好，牧师报告到这。嘛，真感谢主，咱搁一摆欢迎2个大学生吼，搁另外一个叫啥物名？吴兆燕，吴啊，口天吴吼，吴兆燕吼，鼓励因，咱继续甲因鼓励，为因代祷吼，咱拍拍欢迎因，吴兆燕跟王世修，吼，请坐，请坐，请坐，好，感谢主学习让他们大学生就这样去报告吼，不错哦。去年我是说你们大专中心主任都要来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太忙了，他们主任1个人而已哦。以前我在台中大专中心是有3个牧师，可是台南大专中心只有1个牧师，所以那个主任非常辛苦，又是主任又要跑很多团契，非常辛苦，所以要好好为你们的牧师祷告，好不好？好，牧师报告到这，那这是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吼，嘛看这学生看咱的郭大哥吼。咱做伙，咱才有一个咱朋友吼，郭大哥，咱会让大家互相请安，好欢迎因，多谢。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我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歌。愿主恩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冬日我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歌。当心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通过圣神的相通，引带带领保守，直到这世代无尽。阿门。